本土疫情直头扩大，即马有民间团体发起替家友做快筛，只要家友有民愿意，阁会送因防疫物资，也阁有500块红包，希望增加家友体检的意愿，加强防疫。采检人员准备好势，在公园帮家友做快速体检。目前快筛试剂真欠货，不过为着加强防疫，民间爱心团体展开免费体检服务，甚至来体检阁有红包通好领。1周内会把全县86位的造册无家者全部普筛完毕。那我们这次进行普筛的话，这次的普筛剂也是我们协会全部人我们自行采购的。那为了要鼓励我们街友愿意踊跃接受快筛，协会这边呢也加码提供500块的现金的红包奖励，还有一些防疫酒精，还有一些泡面等物资。接到通知的家友来现场排队等体检，目前新德馆已经驻2栋预防车的家友差不多有7成。学会讲说来同款会继续鼓励家友去做预防车，加强保护力。口罩一定要戴好哦，现在疫情一直在爆发了，然后给你们酒精都要时常喷消毒哦，好不好？啊，尽量不要去公众场合了，好不好？因为你们都没有手机号码、门号啊，所以你们没有办法做实联制。除了向家友宣传防疫的观念，民间团体会继续用行动防疫车辆帮家友做体检，希望在上紧的时间内围堵疫情，卖予扩散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